此刻，我们透过彼此的分享、信仰的交流，让神在今天早晨大大的来赐福我们。当我们大大张口，神就大大的赐福。跟你左右两旁的弟兄姐妹说，让我们一起敬拜真好。那我们能够委身在富强教会的敬拜，真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事情。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成为影响力的教会。如何来成为影响力的教会？我想，就是从我们自身本身的生命的彰显来开始。如果说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不再是教会的时候，我们如何去？不好意思，我的 PPT。好，没关系，在等待的过程中，OK， 好。我们要如何去定义还有理解什么是教会？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太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或许我们从教会以前就已经存留在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当中，我们可能就已经生活在教会的周遭，或许我们家就在教会的可能5分钟、10分钟的路程，也就是说，等于是在我们的生活的范围里面。但是今天我们在诠释或是认识教会、理解教会的定义还有认知，或许我们有很多人有不一样的一个看见、不一样的认识，但教会有可能渐渐会形成一个单位的名称。什么是单位的名称？譬如说有职场教会网络虚拟教会、有 AI 教会等等。那这些名称的教会反而会让人误会、误导。难道教会2个字只是个单位的组织的名称吗？但我相信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并非是如此，因为从教会本身来定义，什么是重生而得救的基督徒的团体，是一群敬拜真神上帝、连结于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基督的教训还有真理，并能够完成基督所托付的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当中。所以我觉得教会并不是一个社区的组织的单位，而是基督的身体。就如同我们所理解圣经上所形容，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各自做肢体，连结于基督的肢体。当我们讲教会2个字的时候，我们要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本质、它的内涵。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一群能够活出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他所组成的。为了要效法基督、学习基督而活出基督，而同心合意聚集来侍奉的团体，是一种生命的共同体。所以我们常常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的问题？当我们教会的侍奉团队，将我们教会的组织，我们是否已经偏离了我们所原有跟随神的使命、跟随上帝的一个意向？如果我们有稍微偏离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回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组织需要更新，而不是意向跟使命去迁就于组织。但实际上，当我们的团队、当我们组织变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我们的计划，我们有生存的压力，我们有服事的压力，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们思考的模式，所以我们才会有组织的产生，一群人的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信仰，我们需要的去换新，需要去更新，唯一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回想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向。若不能满足符合基督所给予我们教会的本质与内涵的时候，即便我们称之为教会，也都不能完全是基督的教会。今天教会面临到一个很关键的挑战，就是教会到底还能不能纯熟、纯正的真理的信仰，来成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当中耶稣对教会的心意来定义与思考，而不是从我们自身的想法、做法来定义和决定。所以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的当中来看安提阿教会他所建造的起初的基督的教会的形态，来看今天的教会如何去行出影响力。这是今天每一个属基督教会应该积极去追求还有了解的一个关键。第一个，我们要看重一个人的得救，他的生命是否能够得救重生。我们生命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救恩，还有罪的赦免、洗净，来得着重生啊永恒的生命。我们需要深入的去了解、去分享、去理解这份信仰。我们必须要重新去思考，我们如何与主能够连结、能够合一，并且能够成为一群重生得救的生命。这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所要追求与探讨的
最核心的问题。所以，当一个人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时候，他愿意透过他的受洗来宣告他是属于基督的人，并且与基督来同时同葬同活的生命。当我们思考一个人的生命重生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到，唯有基督救赎的福音，才可以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得着，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我要讲的是，福音或许对我们来讲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但是我要讲的是，福音也是关乎所有的人的生命，是这天普天下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得着。当我们去告诉人我们要如何来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来理解、来明白我们的信仰从何而来，告诉我们存在这个社会、这个社区有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有什么样一个目的，有什么样一个盼望。当我们在讲说好消息，就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都晓得，当我们跟人家传述、分享的时候，我们都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他流宝血救赎我们，为我们降生，服侍我们，透过他的死亡流出宝血复活，让福音的信仰就临到堕落的世界，所以就开始启动了他所应许的创造。所以当我们能够领受这么美好的福音、这么美好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开始要去思考福音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好的见证。他如何告诉我们，我们是从何而来？是从神的创造而来。那既然是从神的美善、神的美意、神的计划的创造而来，那为何我们还会去面对到这个世上的一个堕落，造成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后很多的一些伤害、很多的残害？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堕落的一个生活、堕落的一个看见、堕落一个环境？我们要如何回到神的面前去思考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神的信仰所创造那美好幸福的信仰的当下，在我们的生活是否可以彰显出来？那我们如何能够拨乱反正的重新来思考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当初的受洗如何得着救赎？我们要如何的回到神的真理的道路，开始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要说的是，当一位基督徒无疑的致力在他美好的生活所要产生的美好的见证的当下，我们要去记住，我们并不需要一个足够完美的生命才能够为主来见证。事实上，我们的不完美正好凸显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伟大。就如同保罗他所说的：“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要与人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没有错，人性会告诉我们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自己的缘故，要使自己来得好处。但是为了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得救赎重生，我们都愿意为福音而改变。我们期待自己说，我所说、所想、所做的，我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来得着新的创造，得着新的生命的改变，为了要使神得荣耀。所以我们不断的去思考，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到教会？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透过我们去跟他分享福音，去跟他分享我们的信仰，因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让你的生命去得着改变；因着耶稣基督的信仰，让你的福音所信仰的福音，能够让一个人得着吸引，让一个人能够得着吸引。我们来回想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动，让你可以来到富强教会聚会？让你回想一下，是什么人带领着你来到富强教会来聚会？让你再回想一下，当你来到富强教会参与信仰的团体、信仰的生活的当下，有什么令你感动的地方？有什么是上帝让你在这个教会的当中去遇见了他，遇见了神，遇见了上帝的话语，遇见了上帝的真理，深深的扎心，深深的感动。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一起聚集在富强教会，形成一个属灵的信仰的团体，能够一起来翻转这个社区、这个社会，
这个国家，甚至翻转我们周遭所有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去影响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去改变生命。在美国有一个教会，他鼓励年轻人去创立了一个手做的面包房，叫 TriPay。他们就不同的族群的当中，这一群年轻人受到了很多的生命的捆绑、难处。但是上帝转化，让一个教会去转化他的思维，让这一群教会能够接纳，能够接纳，能够关怀，能够引导，能够带领，在社区的当中被人所排拒，让人家瞧不起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族群，接纳这一群年轻人来到教会，并且鼓励他们透过烘焙坊来一起创作，来一起分享生命。当教会如此做、如此行的当下，教会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我要说的是，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有影响力的教会，是因为看重一个人的生命重生，会带来无限的创造力，使人们会因着教会来经历、来认识上帝，来经历、来感受上帝。当人们来到教会的当下，他开始会过着团契小组的生活。那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来过一个团契跟小组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团契小组的生活，参与之后，很容易会变成一种聚会的形式。什么是聚会的形式？什么是聚会的形式？就是我要分享，我要参与，我要奉献等等。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这些不好、不对，或是做不到。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来参与教会的团契小组成为了一份子，但是我们有真正的融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吗？我们真正有来到的团契、来到小组，有真正把它形塑出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形态吗？也就是说，这就是很自然、非常自然，由内而外发出，这才是真正的团契、真正的小组。我们要如何有真正的团契、真正的小组？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个人与上帝有紧密的关系。我们个人与上帝要有紧密的关系。另外，不要等谁付出，谁先做，谁先开始。假如我们自己能够做好我们自己与神有紧密的关系、连结的关系，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形态会改变，我们团契的小组的生活会改变，会更加的和谐，会更加的融入。我们相信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之间也会彼此相爱，因为上帝就是爱，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要如何的去积极有效的去建立一个良性正面的人际关系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可以透过互信、互谅、互助、互爱的团契小组的关系，才能够为我们带来医治、重建、力量，还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命，还有包括我们的小组的健康的生活。而教会正是能够建立这样的团契的关系的关键所在。特别我要提到是在教会的团契或是小组当中，我们必须要建立有归属感、有参与感、有成就感。我们如何要在教会的小组的当中去建立一个归属感？因为来到小组聚会，我们的分享，我们有信任，我们有安全，因为我们不轻易的来泄露我们所分享的一切。我们唯有在同小组的当中，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感动、彼此的带导，让小组的生活去产生真正的信仰的影响力。我们因着我们的参与来产生服事的价值，因着我们的参与，让我们对信仰产生了一份无比的价值观。因我们的参与，让我们有成就，而这个成就是带来神所给予我们的信仰的荣誉，让我们能够见证属于神的生命。这三项若缺少一项，关系就会变成一条线的状态，所有的关系就会不稳定。若只有其中那一项，那么其中的人，这个过程里面随时有可能会有小组的成员来离开。倘若这三项都不存在，那人与人的相处互动的关系就根本就不会有关系，也不可能会存在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一个健康的团契，一个健康的小组，除了刚刚所讲的这三个归属感、参与感还有成就感之外，我相信我们也必须要具备一个理性、感性还有灵性的三面的生活。
才能为我们的身心灵带来医治、带来支持、带来激励。当耶稣对着门徒说：“如今我对你们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来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会怎么样？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彼此相爱是教会团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生活。这也是巴拿巴和保罗在各地在建造教会所宣扬的爱的团契。他持续的不断的在基督的爱中来建立团契、建立小组，而不是有营业的据点，然后再找出优秀的领袖来培养员工，或是建立最强大的经营团队。我不是说这个不好或是不对，而是我们要真正去探讨真正的核心点，真正会带来教会的影响力，是每个弟兄姐妹在小组的当中，在团契的当中，持续的去建造，带来医治、释放、安慰、建立、鼓励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正是我们所传递的天国的福音。上帝的真理就会实践在我们的小组的里面，在我们团契的里面。所以，我们应当要不断的再进一步的深入去思考真理，我们所追寻的真理如何为我们带来价值还有成长。在教会的当中，有多少的装备课程的举办，我们有参加多少？这些装备课程如何来帮助我们在信仰去建造上帝的真理？如何的去帮助我们去探索我们的信仰的价值？而我们如何去思考对我的生活、对我的生命有带来哪些突破？我们要如何与众人来分享我自己的信仰的生命见证？每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一举的一动，对周遭的人事物，多少都会有影响力，多少都有影响力。所以我们当思考如何带出好的影响力。我们如何带出好的影响力？我相信每个人的身上都会背负着婚姻、职场、生活、家庭等等压力。若是我们能够在诸多的压力之下，好好的思索、去思考，说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命如何的不断的倍增、突破、增长。透过我们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看见。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压力，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压力，让生命更加的成熟。我相信巴拿巴特意的将保罗带到安提阿教会，是因为他知道教会需要有信仰的影响力，带出真理的价值与成长的突破。他看见保罗有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有生命的影响力，所以他希望保罗能够来协助安提阿教会。安提阿的弟兄姐妹，许多事情并非一开始就如同我们所看见的是那样的成长，但是是需要时间的磨练，是需要时间不断的淬炼。当我们去遇到了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困难的当下，我们是否愿意看见我们自己的信仰的态度和我们的生命，如同看见巴拿巴一样？他愿意谦卑，乐意成全他人的心。我相信生命就会带出影响，带出许多能够祝福在我们生命周遭的每一个人，也会影响，也会吸引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接受装备，一起来活出真理信仰的价值，并且活出热情，去突破，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聚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就会去思考，我们如何彼此来受影响、受造就，激励个人的力量，一起来侍奉。安提阿教会按着他们的力量，奉献金钱帮助耶路撒冷教会，这是当时候他们去建造出激励的侍奉，来协助众教会。我相信安提阿教会也差派了巴拿巴、保罗和其他同工去各地来建造教会。他们不仅是出钱出力，还有出了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就如同在今天早晨，新竹圣经学院差派我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新竹圣经学院的需要，来分享新竹圣经学院在我们当中所分享的事工的一切。我们也看到了学院的需要，
我们无私的奉献我们的金钱，奉献我们的祷告，奉献我们可以以后可以办营会、办生活营，或是路过新竹都能够到新竹圣经学院去观赏一下。我相信，当我们能够为了我们周遭所有的机构、人事物来奉献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当要去思考，有什么样的影响力。也就是说，照着我们个人的力量，每个人的参与的侍奉，不管你的力量有多少都没关系，但是我们总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有影响力的生命，有影响力的教会，都是照着我们全心全力不分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并且在跟随耶稣的路上，我们可以建造教会。教会真正的侍奉必定是照着我们个人的力量甘心乐意的侍奉，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是照我们所有的，并不是照我们所无的。当我在提到这一段经文的当下，我思考了耶稣所行的一个神迹，5饼2鱼的神迹。我相信这一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也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要提到的是，在这个5饼2鱼的神迹当下，5000多个人里面，难道就只有那位小孩，他身上有带着食物吗？你们觉得呢？5000多个人，难道只有一位小孩有带着他自己的食物吗？其他人没有带着寿司吗？其他人没有带着麦当劳跟肯德基吗？其他人不会带着披萨吗？为什么只有那个小孩奉献了5饼2鱼？为什么？什么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没有人愿意拿出来。但只要有一个愿意照着他自己的力量来奉献，耶稣就如此带来神迹，喂饱5000多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吗？如果神都照着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的力量、自己的力量来摆上，那么透过耶稣基督的作为，你可以想象，神可以为在座的我们带来多大的神迹啊！神可以为在座的各位带来多么大的神迹！求神照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力量，把得救的灵魂天天加给我们，并且照着我们每个人的力量，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智慧，无论是能力，无论是才干，都是为了能够得着一个人的生命、一个人的灵魂能够得救。为了教会的成长，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成长，当我们付出我们的力量的时候，我相信神要兴起我们的教会，神也要兴起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我们必须要从安提阿教会来谦卑学习，我们必须要从安提阿教会的本质中来学习实践。如果看重一个人的生命重生，在乎真正的团契的生活，并且思索真理的价值与成长，来激励我们每个人的力量，一起来侍奉，一同来建造属上帝的信仰，使每个人都能够渴慕的进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如此的宝贵，如此的有价值。主，你也差派我们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能够去影响，能够去影响生命，并且见证主你的圣名。求主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被神你来改变，不只是改变，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改造，时时刻刻的更新，
因为神你就在我们的当下，透过你的话语来显明你的心意与计划，让我们一同委身在富强教会，建造又强盛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神你所赐福的教会，每位弟兄姐妹领受你的心意，带领更多的灵魂破碎世上的灵魂，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来领受主你的真理。求主你来使用这个教会，当每位弟兄姐妹渴慕的大大的张口，主你就大大的充满，让这个教会是属神的教会，见证荣耀神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不好？此时此刻邀请到